继续看高雄的文兴三路、公西路、还有南田街，这是一个五岔路口哦，常常发生车祸。交通局伫2月底，伫这设全国头一个标线型的圆圈啊，半冬来哦，发现讲违规的状况是减少真侪，咱做伙来了解。路口中围出黄色的圆圈，涂骹画指引标线。高雄前镇区文兴三路、甲广西路、南田街交叉5车路口，因为路线复杂无号志，过去常常有汽机车违规转弯，造成车祸。市府2月底首创伫路口画标线型圆圈，引导行车路线。伊骑欢喜的啊！像即即摆拢毋捌出车啊！较早1个月拢上无1、2届啊。在骑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大家我会看那边，又看那边，又看那边，看这边。其实常常大家我看过很多次，都是车祸在那边发生。汽机车来到圆圈，沿涂骹标线转弯回车。5车路口虽然路无大条，但因为伫个山岛上悬，平常日车流嘛袂少。标线型圆圈画半年外，警方统计3月到8月，当地违规处地有载件比去年同期减3成。实施半年之后，成效显著。驾驶人已逐渐适应圆环的标示，大幅减少了危险的横越路口行为，有效降低了事故发生率。那我们观察标线型圆环确实有助于提升整个用路安全。多详细标线引导行车的路线，互无熟路况的民众看到会减速。路口圆圈嘛，避免汽机车出现测试过时的转弯，互多数民众有感。交通局表示，会考虑伫其他多车路口嘛画标线型圆圈，来改善路口用路环境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